让他们走一下，跨过去。慢，我踩他了。好追啊！我跟你讲，这个你要不也睡在地上，我就比卧不舒服。你要吃什么吗？不用，谢谢啊。给个面吃一个。好。喝酒吗？不会喝。说吧。啤酒配咖啡，说走咱就走。这个什么？今年我扶他的那个出光文之前，你是做化妆师还是做什么？我是无业游民，我现在辞职去拉萨呀。不是，你原来做什么这个的？台球助教。我常州 KK 3个店，我待过2个店，我是我们店第1个亚军。我可以去上海，我昨天去了上海。上海哪个区啊？宛平南路600号。宛平南路600号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我进去看病的呀。对不对？到处玩。我跟人家谈我自己，我都是说的一五一十，我什么都可以讲出来。我没有说去改变我的故事，把我塑造成一个多么高尚的一个人。我从来没有觉得我任何一份工作是我拿不出手的，这也是我的一段经历。因为一个词，真诚，真诚最能打动人心。但是你让我上。你们要写点吗？你们也可以写点。我在绿皮车上，我就一个一个收集。我说你们从哪里出发来西藏的理由是什么？他们有写什么呢？找回18岁自己，也有高考前放纵一回的，更多是写看世界。1、2、3，青春没有售价，一座直达拉萨。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。